大家好，今次嘅影片我將會同大家深入咁講解下本屆比賽香港校際 AI 生成創作大賽2026將出理想嘅一啲比賽詳情嘅。咁首先啦，今次嘅比賽就會由我哋英語教育作為主辦機構嘅。喺講比賽詳情之前咧，咁我哋都回顧一下過往幾年嘅比賽啦。由2023年嘅以書畫之名，到2024年嘅數碼永古，再到去年嘅之畫神話咧，其實我哋都見證住學生點樣去運用 AI 嘅技術，將傳統同埋創新結合啦，創作出好多唔同令人驚豔嘅作品。特別係2024年啦，我哋都收到接近3000幅嘅作品，超過200位嘅學生、老師同家長都聚首一堂，一齊見證住 AI 嘅無限可能。而我哋今年比賽嘅名叫將出理想，將字有一語相關嘅意思，既係 generate 嘅意思啦，亦都代表住根本同創新嘅精神。而我哋今年嘅比賽都有別於往年啦，唔再局限於係 AI 藝術創作同單一嘅主題啦，而係我哋學生可以自由咁選擇佢哋創作嘅主題。我哋希望學生可以將腦海入邊天文行星嘅諗法，無論係科幻啦，一啲同人文有關、社會關懷有關嘅主題啦，都可以透過 AI 嘅技術將佢轉化為唔同嘅作品。而我哋今次舉辦呢一個比賽咧，都有幾個目的嘅。咁第一啦，我哋都想提升到學生數字素養同埋佢哋嘅技能啦。希望佢哋唔係淨係用 AI 啦，而係識掌握點樣用 AI。希望佢哋可以學識咧運用唔同嘅 AI 工具，去將一啲好複雜嘅概念去具體咁展示出嚟。咁第二，我哋都希望可以促進到學科同個性化學習，鼓勵佢哋用唔同學科嘅一啲知識啦，咁再結合佢哋自身嘅興趣，去選擇適合佢哋嘅一啲組別去參賽嘅。而第三，我哋都想佢哋試下應用一啲最新嘅 ICT 科技，去多啲探索同操作一啲最新嘅一啲 AI 模型啦。咁令到佢哋可以掌握到喺未來數字經濟之下需要嘅一啲核心創作同一啲開發嘅技能，去幫佢哋喺未來鋪路嘅。咁有關於我哋比賽嘅詳情咧，我哋主題嚟冇任何嘅限制啦，咁佢哋可以自由選擇佢哋想創作嘅一啲主題嘅。咁對象依然咧都係全港嘅中小學生。咁我哋今次咧會有小學組啦、初中組同高中組嘅。咁如果特殊學校想參與呢個比賽咧，咁佢哋可以按翻學生嘅年級去報翻相應嘅組別啦。咁但係作品我哋將會分開評分，咁去以示公平啦。咁而今次嘅比賽咧，我哋截止報名日期咧係2026年1月9號嘅。咁而比賽嘅提交形式咧，我哋都同往年一樣啦，咁都係用網上提交啦。咁而個表格咧，我哋會喺截至報名之後咧，再喺網上面開放嘅。咁各位老師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嘅比賽網站。咁至於今年咧，我哋比賽咧係費用全免嘅，咁學生係無需要交任何嘅參賽費用。而我哋今日嘅比賽咧，將會有4大類別嘅，咁分別係平面創作組啦、3D 設計組、影片製作組同遊戲及應用程式組嘅。咁又留意翻啦，咁我哋高小組咧係不設呢一個遊戲及應用程式組嘅。咁另外都有2點係要注意嘅。咁第一就係影片同遊戲應用程式組咧，係允許以1至5人嘅團隊形式參與嘅，咁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咁第二點咧，就係學生可以同時間去參與唔同嘅組別嘅。咁例如佢可以同時參與平面創作組同影片製作組嘅，咁但係就唔能夠去重複參與同一個組別，即係佢唔能夠去同時
報名兩個嘅影片製作組咁樣，咁各位要留意翻啦。好，咁講完呢一啲比賽嘅資料之後咧，咁我哋就詳細講翻每一個組別嘅一啲作品要求啦，同埋提交嘅資料嘅。咁首先咧，我哋講下平面製作組啦。咁首先，平面製作組嘅作品要求咧，主題不限啦，格式我哋都冇任何嘅限制嘅。咁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啦，例如話佢哋可以做插畫啦、海報啊、一啲角色設計啊、一啲場景繪製等等都係冇問題嘅。咁而喺 AI 生成要求方面咧，作品入邊所有嘅主要視覺元素，例如話一啲主題啦、背景等等，都必須要由 AI 生成嘅。咁另外，我哋都允許學生可以用一啲後製嘅軟件啦，去幫個原始嘅圖像進行一啲局部嘅修改同編輯嘅。咁至於係 AI 平台啦，同埋圖像比例，我哋都冇限制。喺檔案格式方面咧，咁我哋係接受 JPEG 同埋 PNG 啦，檔案嘅大小要喺10 MB 以下嘅。咁請同學都要遞交翻呢個最高解像度嘅圖片啦。咁而係作品嘅數量咧，每位參賽者可以提交嘅作品次數都冇限制。咁但係我哋將會同時喺截止日期前最後嘅一份提交作品嘅。咁至於喺提交資料部分咧，咁第一咧必須要提交佢哋嘅成品啦，咁要依照翻11頁嘅作品要求去提交翻佢哋嘅檔案啦。咁第二就必須要提供翻作品嘅名稱啦。咁第三咧，作品描述咧，咁學生可以自己選擇交與唔交啦。咁如果交嘅話咧，咁必須要以呢一個 PDF 檔案形式去遞交，咁字數限制就係300字以內啦。咁入邊亦都可以包括一啲主題發想啦，用咗啲乜嘢文字指令啦，佢哋使用啲咩嘅 AI 模型或者係一啲後製說明等等嘅。咁呢個就係俾大家參考下嘅一啲平面創作事例。好，咁我哋而家就講下3D 設計組嘅一啲詳細要求啦。咁首先主題亦都我哋冇任何嘅限制，學生可以自由選擇啦。咁格式咧，我哋係冇限制嘅，學生可以做 3D 角色設計啦，一啲建築模型啦，一啲物件嘅設計等等都係可以嘅。咁至於 AI 生成要求方面咧，入邊所有嘅視覺元素，例如話主體啊、背景等等，亦都係需要以 AI 去生成嘅。咁亦後續如果有任何嘅修改啊或者編輯，我哋都允許學生用一啲後製嘅語言去做啦。咁至於 AI 平台同一個檔案嘅比例咧，我哋都冇任何限制。咁至於檔案格式咧，就必須要遞交 FBX 嘅。咁檔案大細必須要喺1GB 或以下啦，咁都係要提交翻一個最高解像度嘅作品啦。咁喺作品數量，每位嘅參加者交作品嘅次數係不限嘅。咁我哋都會係評選最後嘅一份作品嘅。咁至於咧喺提交資料方面咧，就同平面創作組有少少唔同啦。咁佢哋嘅 FBX 檔案咧係要upload 上去 Google Drive 啦，或者 Dropbox 等等嘅一啲地方啦。咁第二咧就係作品嘅名稱啦，係必須要提供俾我哋啦。咁第三咧，佢哋就需要咧提供翻唔同角度嘅相，咁最多3張。譬如話佢係一個角色設計，咁佢可以提交翻正面嘅圖片、背面嘅圖片同埋側面嘅圖片咁樣3張，咁就30零以下嘅。作品描述方面都係可以自己選擇交與唔交啦。咁字數亦都係限制300字以內，必須要以 PDF 去遞交嘅。咁呢個就係一啲 3D 設計組嘅一啲事例。好，咁而家就講下第3組影片製作組嘅提交嘅要求啦。咁第一啦，主
題我哋都係自由選擇嘅。咁至於 AI 生成要求方面咧，作品入邊所有嘅一啲動態視覺元素咧，例如角色啦、呢啲場景等等咧，都必須要由 AI 生成或者去輔助生成嘅。咁至於旁白啊、音樂等等一啲其他嘅輔助元素咧，唔一定需要 AI 去生成啦，咁亦都可以自己去揾翻啲素材啦。咁第三咧就係參加者可以用任何其他嘅軟件去對呢一啲原始嘅素材進行編輯啦，或者合成咁樣嘅。咁 AI 嘅平台我亦都係冇任何嘅限制啦。咁至於影片嘅要求咧，都有幾項要注意嘅。咁第一就係時長啦，必須要喺15秒至90秒之間啦。比例我哋冇任何嘅限制。檔案嘅格式咧，我哋就需要收呢個 YouTube link 嘅。提交資料部分咧，咁第一啦，要交翻最終嘅成品啦，咁即係頭先所講嘅 YouTube link 啦，佢哋需要將影片上載去 YouTube 並提交連結，而影片咧亦都需要符合上述作品要求嘅。咁第二咧就係作品名稱，我哋都同前邊兩種一樣，都係必須要提交啦。咁至於喺作品描述咧，亦都係optional 啦，可以自己選擇交唔交咯。咁如果交嘅話，字數係限制喺300字以內，以 PDF 形式去遞交嘅。咁另外特別少少咧，就係影片製作咗可以交呢個分鏡腳本啦。咁字數就限制喺500字以內，以 PDF 形式交嘅。咁入邊可以包括影片嘅時間軸啦、一啲場景嘅順序啦、入邊動作說明等等，評審可以更加了解你嘅作品嘅。好，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嘅影片示例啦，咁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嘅。好，咁呢個就係影片做幾個示例啦。咁學生都可以透過 AI 去生成一啲連續嘅一啲動畫片段，去組合成一個有故事性嘅短片嘅。好，咁而家就最後講下呢個遊戲及應用程式組別啦。咁作品主題就自由選擇啦，咁但係必須要具備互動性同功能性嘅。至於 AI 生成要求方面咧，作品嘅核心邏輯同代碼就必須要由 AI 去輔助生成或者優化嘅。咁學生亦都可以使用其他嘅程式編輯器啦，或者係一啲開發工具咧去進行整合啦、編程或者除錯等等嘅。咁至於 AI 嘅平台檔案嘅比例都係冇限制啦，咁但係檔案嘅格式咧，我哋就會收一啲 link 嘅，咁例如話係 web link 啦、App Store link 等等。喺提交資料方面咧，咁首先最終成品咧，我哋都要依照頭先嘅要求去提交翻啦，即係要遞交連結俾我哋啦。咁第二就係作品名稱都係必須要提供翻俾我哋啦。至於作品描述咧，亦都好似頭先3組咁樣咧，咁係冇限制你一定要交嘅。咁另外遊戲及應用程式組別亦都可以加一個操作說明啦。咁字數係限制喺
500字以內，亦都係以 PDF 形式遞交嘅。咁入邊都可以包括一啲操作指南啦，譬如話可能個遊戲係點樣玩嘅啦，點樣操作啦，一個遊戲目標啦，或者係一個應用程式嘅使用情景嘅。咁呢一個咧就係遊戲及應用程式嘅幾個示例啦。咁係一個掃地類嘅遊戲嚟嘅。咁至於呢個 link 咧，我都會放喺影片下面嘅資訊欄入邊。咁如果老師有興趣，都可以撳入去睇下。好，咁而家就講下比賽嘅日程啦。我哋2026年嘅1月9號咧就會截止報名啦。咁而我哋1月中咧就會開放作品提交嘅連結嘅。咁另外去到4月中咧，我哋就會截止作品提交啦。咁到5月中咧，我哋喺網站就會公布得獎名單嘅。咁另外喺報名方面都有幾點要注意嘅。咁第一啦，就係本次嘅比賽咧，我哋都係以學校為單位報名啦，我哋係唔接受學生以個人名義去報名呢個比賽嘅。咁第二就係每一間參賽學校都必須要指派1名嘅老師去負責同我哋聯絡啦。咁另外仲有一段咧，就係報名嘅時候，學校係需要提供呢個參賽嘅學生人數嘅。咁方便我哋進行一啲後續嘅安排啦。咁如果報名嘅時候學校係未能夠確定到人數嘅話，都可以先寫低呢一個大約嘅人數啦。咁如果之後有任何嘅更改，都可以聯絡翻我哋。咁喺獎項方面咧，今次我哋會設1等獎、2等獎、3等獎同埋優異獎嘅。咁而今次我哋係會發放電子獎狀以示鼓勵。喺講完獎項方面咧，咁我哋都講下大家都好關心嘅一啲評審準則啦。咁每一個組別都會側重喺唔同方面嘅。咁首先，平面創作組同埋 3D 設計組咧，咁主要咧我哋都會睇翻主題演繹啦、視覺美學啦同情感共鳴呢3方面去評分。咁而影片製作組方面咧，咁除咗主題美學同埋情感咧，我哋都會睇呢一個動態嘅流暢度啦，包括例如話係一啲畫面嘅轉換啦、節奏感啦，同埋運鏡係咪暢順等等去評分嘅。咁至於喺遊戲及應用程式組咧，咁評審咧會着重於創新性啦、設計邏輯啦、視覺美學啦，同埋流暢性嘅。咁亦都會關注應用程式嘅概念係咪原創啦、互動嘅設計合唔合理啦，以及運行嘅時候係暢唔暢順嘅。咁我哋希望學生咧唔止係追求技術啦，亦都要注重作品嘅原創性、藝術性同埋佢哋背後想表達嘅一啲意思嘅。咁喺其他細則方面都有幾點要同大家講講啦。咁第一就係原創性方面咧，我哋嚴禁偽冒、抄襲或者代筆嘅。咁一經查實咧，我哋會取消資格啦。咁第二喺版權方面，所有嘅參賽作品版權都會歸於主辦單位所有啦。咁提交作品即係表示同意主辦單位將作品用於比賽相關嘅推廣活動入邊嘅。咁第三就係評審機制啦。咁評審團嘅決定係最終嘅決定啦。咁而大會亦都會保留所有活動嘅最終解釋權嘅。咁呢度咧有幾個常見嘅問題咧，我哋都整理咗少少，咁可以用呢度回答大家嘅。咁第一就係大會會唔會提供 AI 生成軟件或者平台帳號？咁我哋係唔會提供任何嘅 AI 生成軟件同平台帳號啦。咁參賽嘅學校係需要自行去準備相關嘅軟件同帳號嘅。咁第二題咧就係可唔可以用多過一個嘅 AI 軟件去製作呢個作品？咁係可以嘅，我哋亦都鼓勵學生去試下用唔同嘅 AI 軟件嘅。咁第三就係背景同人物可唔可以獨立生成，再經後製去結合成一幅嘅圖像？咁呢樣都係可以嘅，我哋亦都鼓勵佢哋去試下唔同嘅一啲後製技巧去做呢一個作品嘅。第四咧就係
網上提交參賽作品係咪一定要由學校老師提交？咁其實學生咧亦都可以自行提交佢哋嘅參賽作品嘅，咁但係佢哋必須要先完成呢個團體報名啦，咁後續先會收到遞交連結啦，咁老師就可以再將個連結俾學生嘅。咁呢度咧就會有呢個參賽報名嘅表格啦，同埋比賽網站嘅連結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啦。咁我都會喺呢個影片下方嘅資訊放翻呢兩個連結喺下面嘅，咁大家都可以上翻我哋網站去睇翻最新嘅資訊嘅。咁我哋都邀請各位老師可以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群組啦。咁因為我哋入邊都會發放一啲比賽嘅最新消息，同埋同大家交流嘅。後續如果有任何關於比賽嘅問題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啦、WhatsApp 啦或者 email 聯絡我哋。今次呢一個簡介會咧就嚟到呢度啦，咁再次感謝各位老師嘅支持啦，都好期待可以見到各位學生嘅一啲精彩作品嘅，多謝。